內在生活，作者慕安德烈。第2章關上門，單獨與神同在。你禱告的時候，要進你的納屋，禱告你在暗中的父，你父在暗中察看。人類被造是為了與神相交。神按着他自己的形象和樣式造人，使他們能了解他，享受他，進入他的旨意裏，在他的榮耀中歡樂。由於神是無所不在且遍滿全地的那一位，人們不管在做什麼，都可以活在與神不住相交的喜樂中。但罪奪去了這種交通，唯獨與神有圓滿的交通，才能滿足人和神。基督嚟就是要恢復這種交通，他來就是要把神所失去的受造物歸還給神，也要恢復受造物之所以被造的一切光景。與神相交乃地上一切福祉之總列，如同在天上一樣。這是神的應許，常出現在聖經中，也要完全成為我們的經驗。我必與你同在，我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丟棄你。於是我們可以說，父常與我同在。這種與神的交通，不拘任何環境，每天從早到晚都可足於我們。然而要真正地享有這種交通，係取決於納瑟里我們與神的關係如何。一整天要有能力擁持與神之間那親密和快樂的交通，完全取決於我們在暗中禱告的時間裏，尋求主面的熱切程度如何。神更或說安靜的時光裏，最重要的事就是與神相交。我們的主教導我們思討的內在奧秘，關上門，禱告你在暗中察看的父。首要之事就是在隱秘處有父的同在與注視，知道他在看你、聽你。這種孩子似的活潑信心，知道你父在看你，你已見到他，他的眼目注視你，你的眼目也注視着他，你正享受與他之間的真實交通。願比你一切的懇稱，不管是多麼急迫的請求，船要緊，也比你懇切且努力地要禱告得正確船要緊。基督徒啊，你的納瑟生活正處於極大的危機之中。你有一個危險，就是以禱告和讀經取代與神之間的活潑交通。那種活潑的交流，把你的愛、你的心、你的生命獻給他，並從他那裡接受他的愛、他的生命、他的靈，是可能失去的。也苦你的需要和連帶的表現，想要禱告得很謙卑、很迫切、很相信的樣子，如此地盤踞在你身上，以致他的面光和愛的喜樂無法進入你裡面。也苦你的讀經那麼吸引你，挑起了那令人愉快的宗教情操，以致神的道取代了神自己。這是與神交通的最大障礙，不但不把人引向神自己，反而讓人裡面充滿別的。由於早上靈修時沒有領受福分，到外頭去做一天的工作時，就沒有能力擁持與神之間的交通。如果內室裡的每一件事都附屬於這件事，我要從早到晚與神同行。早晨是我與父立明確之約的時光，他答應要一直與我同在，我也答應要一直與他同行。那麼苦多人的生活會有何等大的改變？而且因着意識到神已掌管我，他將親自與我同在，那是何等的力量！一整天我要依靠他的力量遵行他的旨意。我預備好迎接一切可能來臨的事。如果隱密處的禱告不是只為了求取某種安慰、亮光或力量的感覺，而是為着這一天把生命交給一位全能而信實的神保管，生活會變得何等莊嚴而高潔。禱告你在暗中的父，你父在暗中察看，必然報答你。這種與父印密的交通，需要用心靈和誠實來擁持，在眾人面前的公開生活裏，將會看見他所帶來的賞賜。父在暗中察看，卻在明處掌管一切，並施行賞賜。離開人群而單獨與神同在，是唯一明確的道路，使我們能夠在神的祝福與能力裏活在人群中。